大家好，呢度係公共運輸研究組。呢度係公共運輸研究組，歡迎翻到嚟我哋最新嘅節目《繼續巴士路線計劃2025至2026》。咁樣繼續我阿 Ben 對面 Quinton 咧，大家一齊繼續巴士路線計劃嘅。咁我哋咧就呢一集咧就講到嚟大嶼山啊。咁咧就講咗37同37H 啦嚇。凡親嚟嘅大嶼山系列咧就差不多尾聲啦。咁但係唔緊要，我哋係會繼續講晒佢嘅，無論如何都會講晒佢。咁37同37H 嘅服務調整。咁呢37究竟係一個咩狀態咧？就係東去營東嘅服務。咁而37H 咧就係營東去滿東嘅服務。一陣講究竟具體分別喺邊啦。37我哋先講服務時間先。37嘅話咧就係日東開嘅話咧，星期一至五係下晝4點05同4點15分由日東去營東。咁然後咧朝早嘅話咧就有日東非東涌市中心嘅車，就係7點42、7點52、8點02。咁而營東開過嚟日東咧就唔入東涌市中心啦，6點8、7點、7點4、7點8、7點55同埋8點0。呢一條線咧，如果咁樣睇嘅話咧，佢個定位咧就好明確地啦，就係學校線一條。咁點解咧？因為咧，我哋好明確地睇到咧，尤其我哋睇翻營東開過去日東啦嘅話咧，因為日東都好幾間學校嘅，日東滿東都有好幾間學校嘅存在，咁所以咧嘅時候咧，其實咧37都會俾香港服務佢嘅，變成呢個樣咧就並非一朝一夕嘅事嚟噶。實際上最早嘅時候咧，我哋1999年嘅時候咧，佢係呢個公眾假期行係一班次嚟嘅啫，2000年先至變全日嘅。咁然後咧進而咧，但係咧去到2006年嘅時候咧就話啦，因為咧一年咧蝕100萬，咁所以投行對唔住大佬，就全部變晒學校線。呢個 number 咧對於魚巴都幾詛咒級㗎，37呢個又係彈出又彈入，彈出又彈入，彈出再彈入，唔知彈咗幾多次啦！即係我哋討論巴士路線重組咧，即係2-3年都見一次37嘅，就算唔係37本先，37都會牽涉在內嘅。係咪都見到佢嘅啦？其實啊，我哋相信咧就過多2年可能又會見到係啲老朋友嚟㗎啦嚇。尤其我哋講話咧，將來咧東涌東站啦嘅興建完成之後，咁啊並且通車咧嘅話咧，其實咧，老實講一句，雖然成日我哋都笑啦，就話哇大哥咁都上唔到車㗎，嘻嘻咁樣，成日都講呢個問題啦。但係咧，老實講嘅，咁呢一定咧對呢啲區內線嘅造成嘅問題咧，一定係最大嘅。東涌市中心咧就係一個好強嘅市中心嚟嘅，佢係一個功能不完整嘅市中心嚟嘅。因為其實老實講，正常即係呢個東涌算係一個最遲出現最新嘅新市鎮啦，所以反過嚟就係話佢原有一啲功能咧，佢係冇嘅。同埋以往東涌好奇怪就係你唔同其他新市鎮，嗱其實有啲似將軍澳，不過將軍澳咧因為人太多關係咧，都開始同埋政府強行咧，即係呢個起動九龍東啊，但係都唔明點解將個規劃要計新界，真係客觀將一啲政府部門要人去嘅政府部門真係掉入將軍澳。所以反過嚟咧，將軍澳咧佢都發展到，再加上人口有翻都去到成50萬啦，令到佢有啲機能咧儲下都儲得齊嘅。將軍澳係咁嘅，但係如果你睇翻以往香港各大嘅新市鎮，其實除咗天水圍，所以天水圍以前都天殘地缺嘅，但係叫做隔離有個元朗幫到手，以往都係喺一啲原有嘅墟市中心度去發展一個新市鎮嘅，以往都係咁做嘅。東涌係作為一個偏遠村落嚟講咧，因為其實如果我哋講緊即係仲未有新機場嘅時候，東涌係一個連學校旅行都唔會想同你講話去東涌搞咁大鑊嘅嘢咁，即係呢個係客觀係真係冇少人去嘅地方嚟嘅，所以佢完全係平地去起嘅，即係完全係並辦，所有嘢係要加落去嘅。咁但係又好有趣地，因為嗰個工作模式嘅關係，因為好有趣喎。你原本東涌咧就市出去 cater 到新市鎮買到嘢，嗰啲好基本 function， 即係個市鎮中心買到嘢收工嘅 function 就完咗。因為其實原意設計就係俾機場翻工噶嘛，咁但係去到後嚟發現唔係，你公屋居屋就唔係咁設計嘅。你隔離嗰啲咩影灣園嗰啲係咁嘅，咁但係後尾住下都唔係啦。咁始終你而家做機場啫，唔代表你跟住嘅你嘅配偶或者係你嘅後代會繼續喺機場打滾噶嘛，係一個等於嚟噶嘛。因為又咁講就係話呢個同香港嗰個政經環境嗰啲關係就係唔牽涉到政治啊，我哋純粹係討論呢個經濟嘅，因為香港樓價太貴，呢個
絕對有關係嘅。香港樓價太貴，演變咗乜嘢咧？就係話我哋演變咗一眾嘅新界牛係唔介意翻工搭2個鐘頭車嘅。係啦，我哋太多呢啲咁嘅中意遷徙嘅朋友啦。咁正正因為咁樣咧，就變成咧工作地點同你居住地點咧係冇必然關係，有交通駁就得噶啦。已經係演變到咁樣，所以唔需要話因為隔離有工作機會，所以我哋隔離搬咗去。因為呢個係講緊可能我小學甚至中學年代去讀地理啊，或者常識啊，或者以前我哋叫社會科啊，我唔知而家公民教育科有冇啦，去嘗試理解一個市鎮個發展，我哋會咁去理解咁，有工作機會，blah blah blah，梗係冇關係。完全冇關係。香港係發展到，因為我哋公共交通一來係做得個網絡係唔差啦，第二樣嘢就係因為個樓價，因為編配居住地關係，大家唔係好走動到啦，即係大家住咗嗰度噶啦，唔會話因為揾咗份工翻中環我就搬咗個港島，有但係好少，因為大家港島樓價買唔起，因為你份人工支付唔到你住香港島嘅，所以又會有時有啲咁嘅嘢出現咗，所以成個市政規劃嘅諗法係完全唔同。所以37呢啲咧彈出又彈入，彈出又彈入，我唔知佢做緊乜嘢。咁我哋要講嘅咧，咁就係話咧37咧，咁其實咧頭先提到咧就37好搞笑噶嘛，即係曾經又做過食飯又做過食，咁其實咧佢甚至曾經做過全日嘅，佢唔係話冇做過全日，佢做過嘅嚇。咁嗰陣時啱啱北大嶼山醫院啱啱建成咧，咁所以咧就37就俾佢全日咗一輪嘅，至2013年嘅時候見就俾佢做咗一輪嘅，但係咧問題就在於咧，就後來咧37H 呢餅嘢崛起，37H 一起咧，即刻就37又變翻去學校先，咁然後同埋嗰啲咩中冇辦法，即係其實你可以咁講，37其實變咗37H，應該咁講啊，37H 變咗37，即係做咗37嘅功能，咁但係。又咁講嘛 ，H 上到醫院急症室門口啊嘛，大佬。咁就變咗咧37H 咧就變咗係迎東去滿東，但係就要經北大嶼山醫院。但係咧37H 咧佢嘅行法咧就非常嘅臥龍鳳雛，且非常有啲問題。即係坦白講，即係唔係話即係唔想講黐線啦，但係真係好有問題嘅呢個行法嚟嘅。具體咩問題咧？我哋後邊講。上咗繁忙時間班次咧，咁啊繁忙時間班次20分鐘嘅班啦嚇，37H 就好穩陣嘅。我想講一樣嘢咧，即係呢一方面嚟睇咧，巴咧良心咧真係良心過九龍公司同埋鄉村咧係100萬倍嘅，即係你睇下九龍公司開埋啲廚線一孖乸嘢嚟嘅，大佬點咩14H 32H 你睇下，即係難聽啲講個阿婆喺街邊度等啊，阿婆阿伯喺街邊等啊，如果佢真係有咩事上嚟啊，佢等你架車啊，未等到你架車過到嚟，佢都挖咗老塵啊！又咁講 H 線係預存大家翻去復診用嘅，即係一啲非緊急醫療用途嘅，咁你緊急就唔應該坐 H 線，應該坐白車嘅 ，OK？ 你又知一點啊嘛，咁長期病患者其實好多時坐喺街邊去喺度等行，佢好易就嚟噶啦嘛，即係有啲嘢好難講嘅。同埋唔 make sense 嘅，因為咧以前咧嗱，應該咁講，由8H、14H、34H 呢3條 H 線咧，8H 好少少，佢會 steady 啦嚇。架車其實講穿咗8H 係加咗價82嚟嘅啫嘛，係啊。咁呢個大家都知啊。14H 咁但係14H 同32H 佢個大鑊位係佢又行埋啲路，又咁講嘅個城市嗰個佈局，咁你又好難一概而論話點解好難做一個穩定班次，你可以咁樣討論。咁但係其實就你下1個鐘點搞啊？同埋有樣嘢30同1個鐘頭最主要分別喺邊度咧？就係普遍睇醫生個 time slot 問題，因為你睇唔到1個鐘醫生，第一唔會香港醫療系統冇個醫生冇閒情逸致對你1個鐘 ，OK？ 5分鐘趕你走啦，大哥標準。老實講。通常輪候時間就好耐嘅，但係睇大夫一定係3分鐘。即係正常入醫院程序10點鐘入醫院，下晝6點到你睇，然之後6點03分你就可以去藥房攞藥，然之後配藥再等4個字，咁就6點鐘嚟。好啦，咁但係個問題係嗱，我哋唔好討論呢個過程先。但係個問題係乜嘢？就係話其實普遍醫院嘅 time slot 咧，因為佢都避免話大家太集中某個時間出入醫院啦。其實佢可能個 slot 係講緊可能呢個係搭3、搭7、搭11換人咁，有啲人搭正、搭4、搭8換人咁樣。佢個 time slot 係開到咁嘅開始已經。咁個問題就係你開1個鐘咧，喂，例如好簡單，原來你架車係搭半去到醫院嘅，我睇35分嗰個 slot， 5分鐘阿婆行唔切。我真係再坐一班車，我9個字阿婆又唔知做乜。阿婆雖然識篤電話啫，但係你唔係叫阿婆真係對個電話對10個字，係咪咁講？不過頭先咧提到14H、32H 咧，就14H 咧都叫做部分時間加到去半個鐘一加嘅，佢又唔係冇，不過叫好少少啦嚇。但係大哥你入唔到聯合噶嘛？你門口咋，仲要爬入去啊？37H 係專登買到啲車入
到門口噶。37H 專登嗰架車係完全入到去嘅，咁就唔同玩法咯。睇下乘客使用量先，37嘅乘客使用量咧係42%啊，可憐啊！呢條學校線搞到咁陰功，不過唔緊要嘅，其實因為佢隔離仲有 38X 攞去啦。咁我哋講話咧37H 咧嘅話咧就最繁忙嘅時段係82%，嗱兩個都用4架車啦嚇，咁其實就換嚟換去嘅啫。咁其實37H 真係有客嘅，不過為咗配合東涌北嘅人口增長咧，就建議即係修改37同 37H 嘅巴士服務。佢第幾次轉全日啊？請問？又嚟啦呢個問題，37再翻全日，佢計2013年之後再次3進攻，人哋係2進攻，佢係3進攻，可以再進嘅，睇下幾時 cut，睇下幾時有 cut 過係嘛？3進攻點樣3進攻法咧？就係將佢咧變翻做全日，然後改用循環線形式做，然後係迎東開，係迎東揸莊就唔係日東揸莊嚇。咁然後咧37全日嘅話咧就喐37H 班次，但係呢個係少人揸，但係點解會咁搞咧？我哋睇下有發生咩事啊！咁然後37H 咧就改用非循環線形式運作嘅，咁就日東同迎東做總站，就唔係我哋之前講嗰個咩日東去門東嗰個黐線玩。咁點樣嚟嘅咧？咁密咗兩個都係迎東揸莊嚇，37咧就係迎東嘅話咧就係朝早8點9去到夜晚8點3，所有嘅學校班次全部唔喐，咁又開半個鐘一架車。37H 朝早6點2去夜晚12點3，日東朝早6點10去到夜晚12點9，咁咧都係20至30分鐘嘅班車，咁即係有件30啦，講白咗一下。咁點樣行咧？點樣分咧？喺圖啦，但係圖咧就有啲難睇嘅。其實咧，我哋咧如果咧有一個比較簡單啲嘅處理方法，係咧，啲點簡直係真係唔知想點。但係我哋可以好簡單地用一個說話嚟概括嘅，就係因為依家37H 咧就有個問題嘅，就係咧其實響佢一條循環線去，即係佢由日東翻去日東嗰一圈入邊咧，其實咧如果我哋好具體咁睇啊，迎東方完出到嚟咧，咁啊佢行晒放啦吓，咪東涌市中心啊，咩嗰啲全部行過晒，過咗東涌市中心之後，要入北大嶼山醫院一次，跟住出翻嚟之後去滿東，然後再翻嚟，再入北大嶼山醫院一次，然後入到日東，再出翻嚟，經多次北大嶼山醫院門口。你講乜東啊？又將翻市中心啊，跟住又翻去，即係佢個轉法咧有啲兜得有啲，哇都有啲暈啊！即係老實講，如果你係坐過人，應該會暈低。即係佢個問題就係咩咧？因為佢個問題就係話咧，實際上嚟講咧，如果我哋要講佢入主座大樓就淨係有一次嘅啫。但係咧，佢路過北大嶼山醫院各站咧就碌咗3次，即係換言之加埋入咗4次，而其中1次係主座大樓，3次外圍跑過，係咪聽完一種懷疑人生嘅感覺咧？係啦，我都懷疑人生。所以咧，其實結論就係咧，眯埋眼上車，你總會去到醫院嘅。你點都會去到，係啊，點都會無啦啦醫院出嚟，你一醒點揾翻你架車3位落咧，就係呢個再另一番討論啦。係啦，咁就呢個就另一回事啊。37H 就係一個咁嘅關係。咁而37咧，所以依家佢嘅處理方法就係點樣做咧？第一咧就係俾佢做全日啦吓。其次就係咧，我哋唔好理佢嗰啲北京市中心特別班次嘅，我哋可以 ignore 佢嘅，無事去發生得噶啦，先無事去發生先，因為佢全部班次都係唔入東涌市中心噶啦。咁然後咧37咧嘅話咧，我哋H 改到唔入市中心係咪？係啦，佢就變咗唔入市中心。佢其實本來都好多班次唔入市中心噶啦，其實得放學時間嗰2班係會勁嘅啫嘛。原本佢依家連下晝放學嗰2班都唔入啊。你講緊呢個37啱唔啱？37啦。咁啊正線咧就文東路啦、惠東路、怡東路咁樣啦嚇。但係咧呢個時候我哋要講翻一樣嘢啦。呢件事上邊我哋咁樣睇嘅話，就睇得出余巴係有大智慧嘅人。因為點解咧？各位大哥有冇發現一個問題？佢冇入御雅園啊，智慧嘅展現。呢啲就係正所謂放下喜樂都大自在。咁然後咧，咁就佢出東涌交匯處啦，裕東路直片啦，片完之後咧，跟住咧，如果我哋睇翻文字咧，就係唔係你個睇唔睇文字睇唔明嘅。咁我哋咧睇翻文字嘅話咧，我哋就會見到咧，佢係直衝咗去日東線嘅，即係換言之，佢會經北大嶼山醫院外圍一次，第一次好。圈頭第2次，跟住去咗松仁路噶啦，跟住經咗滿東外圍就翻嚟噶啦，翻去東涌北噶啦。即係佢出嚟嘅時候，只有出入各一次，出入日東嘅時候各一次要停北大嶼山醫院外圈，咁就係咁。37H 會點咧？37H 咧就係迎東、文東、惠東，跟住個一堆路啦，全部都咁行噶啦，跟住都係要經市中心啊，要經發展碼頭啊嗰啲諸如此類啦，係咪？咁而市中心行完之後啦，好行完之後，松仁路翠群徑上主座，上主座之後落翻落嚟，即刻爬翻落嚟，松仁路、裕東路就去翻松仁路，都係要去松仁路噶啦，佢就去到松仁路掉頭咁樣嘅情況。就喺呢方面嚟講，就基本上嚟講就滿東自轉啦。其實37正規班次都係滿東自轉嘅啫，咁佢就唔入去學校嘅，學校嗰啲就係特別班次處理。日東可以要經東涌市中心嗰班車。
用。咁而咧咁樣行完之後咧，就叫做行一轉，咁樣又再翻去日東。咁即係換而言之咧，就叫做係少咗，因為由主座大樓落嚟之後，跟住佢唔使停北大嶼嗰個南行一次噶嘛，我就叫做係上咗去停一次，跟住然後落嚟去滿東翻嚟停一次，跟住然後就去日東啦。咁你叫做停2次啦。好，然後翻上嚟嘅時候，日東開車直上北大嶼山主座大樓，碌翻落嚟，跟住然後又去翻滿東圈後，再走過去。開始理解到啦，大家聽到我有啲對唔住，真係聽到有啲出神，有啲消化唔到，你講乜嘢啊？有一個正常少少嘅圖嘅，大家就會睇得明噶啦。紅色線 which means 係37，藍色線 37H， 講白咗一句就係37就係叫做行多半圈，如果喺東涌北人嗰度，但係佢唔入市中心，直片過去之後咧，基本上個服務範圍係一樣嘅。我哋唔計特別班次啦，條尾我哋唔理佢啦。最新個改動個幅圖係清晰明嘅，即係其實好簡單嘅分別就係 37H 係會入市中心，37唔入，避開市中心。咁但係37就單頭，但係就變成咧就係我哋話37咧變成咁樣喺度轉圈嘅時候咧，佢就唔會上主座大樓37H。就變咗個分工上嚟講就 37H 咧，其實大家望佢啊。喂，但係嗱就咁睇表面個班次咧，因為佢係話20到30啊，兩條線一齊會。咁我假設大家一齊開最疏，一條30，一條20至30，一條30，係啦，37係30。咁樣理解啊？咁其實應該就係話，應該 off peak 37係會開30分鐘班，而 off peak 37H 係會一齊開30分鐘個班。但係點解可以大家一齊30分鐘個班？其實佢係改善緊個服務。點解咁講咧？變相就係東涌北去北大嶼係聯合15，不過一個咧就要行上去，一個就係點解嘅啫。係啦，但係又用呢樣嘢嘗試將兩條線嘅行車時間 balance 翻少少。就點樣 balance？大家行車時間差異唔太大。即係如果用咁嘅方法咧，就理解到37到 37H 你做乜嘢啦。咁所以咧，從嗰陣坐翻 37H 嗰班咧，就可以坐翻37就少10分鐘，因為你唔使兜市中心啊嘛。咁而37咧咁乸長咧，咁你又變翻飛翔環咧，咁就好睇啲咯。個班次就因為依家咧有時咧，其實咧個班次咧，因為你兜咁多次北大嶼門口咧，兜下咧，啲客都唔知自己做緊啲咩嘅。到底想點啊？你真係會不禁問。就變咗你見啲藍色線咯，叉落又叉去咁咧，就真係睇到咩嚟嘅大佬。喂，但係又咁講喎。呢個要讚一讚份官方文，真係要讚份官方文件，我覺得係幾好嘅。因為官方文件佢最後嗰幅圖寫得好清楚，37同37H 個分工做咗乜嘢？呢幅圖相當清晰。嗱，呢樣嘢要讚嘅，但係我唔知係唔係處方嘅手筆。我哋假設先啦，因為呢份嘢係官方文件嚟噶嘛，我哋假設政府理順到、清晰到個動機，大家知佢做緊乜嘢。呢份文件清晰，我哋要即係好難，又冇講難得。我哋揾到好嘢要讚嘅，即係所以大概就咁嘅情況啦。我哋睇翻就37、37H， 同埋咧反轉頭去講啦，當一啲小輿論嚟講咧，就係即係剩低嘅說話。輿論嚟講咧，就係話咧，老實講喺呢一方面咧，漁巴咧做大嶼山咧，真係專業嘅。你睇下隔離鄉村行嗰啲咩路嚟嘅？鄉村咧就係擺日東嗰架 S64發生嘅咩事？冇。不要再說了，嗰條比大埔71K 更恐怖嘅區內線。咁坦白講，就退100萬步講嚟 S64都叫做有啲理由要咁樣行啊。但係我想問，我唔講其他啦。你 E 乜乜 A 啊 ，E 乜乜 D 啊，大哥你行到都一撇屎咁樣，你嗰個區東涌北一個東涌北行到一撇屎咁樣，你睇人哋仲要做醫院線啊，人哋醫院線都唔係同你兜到死為止㗎，人哋都係行大位㗎。你老闆你做咗區外線做得一撇屎咁樣，唉！所以個結論就係東涌嘅朋友都係算多坐鐵啦，對唔住大佬。唉，救命啊真係，即係呢啲真係又係救命啊！不過咧又係嗰句啦，如果咁樣改咧，看似很美好啦，不過就有啲隱憂嘅。隱憂係乜嘢咧？就係咧，你可能過多1到2年後咧，應該一旦通咗咧，咁37一定打靶，到最後37又俾人靶咗啦。咁呢個當然好無奈啦吓，但係有句說話，但係即係起得個站起。冇嘢㗎，到時咪又37H 倒翻個4個字格啫嘛，冇嘢㗎。咁係可以拼命循環嘅。37H 入邊4個字一格，衰砌啲講又可以拼命循環嘅，冇嘢。37又等加班，喊出嚟，即係所以係大概咁嘅情況啦。即係如果大家中意我哋片啦 ，like and share 啦，睇到嘅嘢仲唔得，如果大家咧覺得我哋一個 channel 咧都 OK 嘅話咧，歡迎 subscribe channel，撳翻鐘仔，咁你就可以隨時收到我哋最新影片嘅通知啦。多謝晒。